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upermom。咁坐隔離嗰位咧就係前投行分析員高 Sir 啦。Hello。咁呢個咧嘅呢一輯嘅節目咧就係講基金有得分，學識唔怕燈。係啦，咁就希望咧教識大家點樣去揀基金啦。另外咧就唔使俾燈神坤啊嘛。咁我哋咧每個星期咧就會同大家咧回顧下，同埋咧講下基金嘅實用知識啦，跟貼個市況啦。分析咧大市嘅走勢啦，追蹤呢啲焦點嘅基金啦。咁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哋 channel， 最近埋個鈴鈴，第一時間咧就會睇到我哋嘅新片噶啦。事不宜遲，我高 Sir，咁我哋咧做一個今週嘅大市回顧啊。好嘅，咁啊，首先講下呢個禮拜啦，咁啊分按地區、按唔同資產種類嘅市場表現先啦。見到近期嘅亮點就係歐洲市場啦，咁啊即係最近英國都係成為第一個喺90日關稅限期同美國達成協議嘅國家啦。咁另外英倫銀行最近減息1/4厘，然後公布嘅 GDP 數據亦比預期好。咁加上地緣政治風險改善等等嘅因素咧，咁令到唔少資金係投入去到歐洲嘅市場嘅。從4月4號關稅公佈開始，英鎊同埋歐羅都分別升咗4同埋3%嘅，係啦，咁可以相信有唔少市場嘅資金係轉移到喺歐洲嘅市場上面。板塊方面咧，係我哋見到啦，板塊方面消費類啦、科技類同埋金融類嘅股票係跑出嘅。咁啊，最近一週企業財報方面都可以留意翻最近公佈嘅公司啦。咁其中消費類啦、科技啦、工業等等，咁啊整體咧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嘅。咁啊頭先講過歐洲市場咁好啦，咁作為投資者嘅我哋，咁我哋點樣有冇啲基金係關於歐洲嘅咧？係啦，咁以我哋公司為例啦，我哋公司有18隻係以歐洲為主題嘅基金，其中3隻係分派型嘅，分派嘅利息啦由6厘去到最高8厘不等啦。其中快息基金每月可以有收息之餘，亦都可以預期翻入邊嘅歐洲嘅標的啦係有價值嘅增長嘅，咁賺息之餘亦都同時賺價。呢度同大家分享3隻派息基金嘅過往回報啦，派息息率同埋資產種類俾大家參考嘅。好啊，頭先咧我哋講咗一個大市回顧啦，同埋焦點嘅基金喎。咁我哋咧就會可能會諗啦，點解我要買基金先？我點解唔咧買單一嘅股票咧？咁啊，高 Sir 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下咧？OK， 呢個都係好問題嚟嘅。咁啊，相信大家對股票都唔陌生啦。咁但係講到基金，你又知幾多呢？咁其實基金簡單講啦，咁就係基金公司去集合唔同投資者嘅資金去做投資嘅一種工具。咁通常都有種主題嘅，咁按地區啦，或者係按資產類別。咁成日都聽到啦，股票基金、債券基金、商品基金等等啦，幫你慳咗你研究嘅時間之餘，亦都用你一筆相對少嘅錢可以做到唔同分散嘅投資，係一般投資者做唔到嘅嘢嚟嘅。咁咧買基金咧，其實都好啱我哋啲懶人啦，同埋咧我得住錢咁少嘅錢，可能我未必買到咁多隻股票，但買基金咧我就可能裏邊呢個 element 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喺度啦，咁可能咧咁樣就做到分散投資係咪？咁我頭先講過啦，呢個問題之餘，咁我哋究竟喺邊度買基金咧？我哋可以喺證券行，可以喺銀行，可以喺保險公司買基金，喺呢3個地方買基金有啲咩分別咧？咁我哋3秒時間，你哋諗一諗啦。首先講銀行先啦，咁其實主打一個靈活性啦，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喺 e-banking 啊，或者係銀行 app 入邊可以選擇到基金啊，同埋投資嘅基金噶啦。咁基金嘅價格啊，同埋每日嘅戶口價值都一目了然啦。咁但係方面嘅代價咧，就係銀行通常都會收一個昂貴嘅認購費嘅，咁通常都係大概2至3%啦。咁你當10萬蚊本金，咁大概2000蚊係用嚟做費用啦，咁剩低98000先係做去投資基金嘅。每次買入賣出咧都要收一次費嘅，係啦。咁有時如果帳面賺嘅時候，可能扣除手續費之後，其實都係得個吉啦，甚至要蝕住走。當蝕嘅情況就比較嚴重啲啦。嗱，你一定要蝕，如果要換馬嘅時候，又要再俾多一次係認購費，對於一個蝕咗錢嘅人嚟講係2次嘅傷害。證券行嘅話咧，咁就冇一般啱啱講嘅認購費啊，唔同嘅收費等等啦。咁但係如果有少少眼利嘅觀眾都會睇到，證券行入邊嘅管理費係會比銀行同埋一般保險公司係貴啲嘅。咁一般都會高出大概0.5到1%。咁大概即係每10萬蚊每年收你500至1000蚊嘅手續費。咁正所謂小數怕長計，你都唔想長遠嘅回報咧，就由呢啲每年多出嘅管理費去蠶食嘅。咁如果有用緊相關平台嘅觀眾，咁不妨喺下面留言，或者係分享一下，比較一下現時嘅收費係點樣啦。喺保險公司買基金啦，咁其實就係買一份叫投資相連壽險啦，用咗你嘅資金去買基金之餘啦，都用一筆低廉嘅保費去買翻人壽保障。咁當不幸去世嘅時候，就算隻基金蝕錢，你嘅受益人都可以收翻晒全部嘅本金。雖然有提早贖回費用，但係喺管理費方面，一般嚟講係1至1.2% 啦。咁長遠嚟講，
係相對銀行啦同埋喺證券行係低嘅，咁係適合一啲中長線嘅投資嘅。聽落都幾好喎，因為佢有做對沖，又同人數嘅對沖啊嘛。咁即係話其實咧，佢個 account value 去到點樣都好啦，咁佢個人數就等於佢個額度就係佢投入嘅資金啦，係咪咁講咧，高 Sir？係，順帶一提啦，咁喺保險公司呢邊轉換費啊同埋買賣差價咧係全免嘅。總之咧，頭先我哋嘅節目講咗啲咩啦？第一，我哋做咗一週回顧啦；第二，我哋做咗焦點基金嘅分析啦；第三咧，我哋咧就係咧講咗咧一啲基金嘅冷知識。咁如果大家咧有其他嘅冷知識咧，可以喺留言區嘅留言，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解答翻俾你嘅喎。咁如果咧大家咧對基金亦都有啲疑問啦，或者你買咗一份基金變咗咧唔知點樣管理啊，變咗孤兒單啊，又唔識搞啦，冇人理啦，咁點算咧？咁不論咧你喺邊間公司買呢隻基金都好，咁咧我哋咧都可以咧同我哋做一個免費嘅1對1嘅免費諮詢。咁咧歡迎咧係 WhatsApp 我哋91060898或者打電話俾我哋，或者喺 info box 嗰度留言。咁咧我哋咧就會同你哋安排啦，每日見面嘅時間咧逢星期1到5啦，咁係10點或者11點喺我哋 office 觀塘嗰度見面嘅。咁咧我哋咧就會同你1對1做一個免費嘅諮詢。最後我哋戴翻個頭盔先，以上嘅內容僅供參考，並非銷售嘅建議。咁如果咧想知多啲有關基金嘅詳細嘅內容，可以嚟揾我哋傾下啦。記得咧 CLS 條片咧俾其他朋友仔知多啲，同埋訂閱我哋 channel，最近咪夠鈴鈴喎。咁咧希望咧幫到其他朋友仔咧錢滾錢啦。咁下集咧我哋基金有得分，學識唔怕真。下集見，拜拜。